主耶稣基督讲，伊就是活命的美娘，来到耶稣遮的人，心灵的确袂夭饿。相信耶稣的人，心灵永远袂脆干。请收听《活命美娘》。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喜乐，咱的好朋友。今晚咱收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由真耶稣教会这个视听传播中心来制作。咱要继续来谈圣经新约新约圣经的概论这时奉主耶稣圣名，咱要来谈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甲前书同款，拢是保罗写的伊用西列甲提摩太的名来做上界头前同款这就是这张批保罗写互因两人送出其他的所在，互兄弟姊妹来做参考所以保罗伊就安尼讲伫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内底就讲到，我保罗亲嘴甲恁问安，既然我的批拢用这个做记号，我的笔也就是咯，所以看到的就不会怀疑啦以前无什么诈骗集团纯粹是咧勉励兄弟姊妹所以这张批是写互这个同款写互帖撒罗尼迦教会甲前书无同款的，就是中间无提到保罗也是甲其他同工的动向。安尼讲起来这是延续帖撒罗尼迦前书伫几个月以后所写落来伫哥林多写成的啦所以讲的是要修啥呢？这个英勇的人真正就是干那呢，空嘴报纸要讲互听，唔听人讲啦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有的人都散发迄个住在里面日子到啊其实都还未就讲到啊风声鹤唳安尼有的连名写配合教会有足侪抗议，其实咱甲想敢有必要帖撒罗尼迦后书有几项特色第一就是甲前书同款，无引用任何旧约的经文第二项就是讲保罗写互教会先是最底的一卷啦，最底一篇啦第三项就是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讲到4摆的祈祷，3回是为接受信仰的人来感谢甲代求这回也是这个为信者来代求为后面来代求保罗特别伫这个册内底来指出伊所这个嘴讲这个教士甲批顶头所写的同款拢互这个使徒的这个传统并且有这个完整的这个福音的规模拢会当教士兄弟姊妹来清楚来知影来面对来处理所以假设咱若毋是讲安尼真虔诚啦，就讲真清楚这个内容甲意义咱免去谈论讲伫末世内底大侪人是指着什么人住在里面又是什么情形黑白揣测黑白讲甚至知影皮毛知影一点点伊就讲一满山片，这当然是毋好的啦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的比较我念互咱听这个前书这头前就咧讲到安那要得到神的道啦这后书咧讲到伫信望爱顶头有进步。后来佫一项主教导要安怎列册要互人安怎列册，叫做互人来回热后书讲到遵守这个主要所发来的命令，安慰甲鼓励信徒伊咧讲到神一定会来审判基督的这个修德安尼看起来都无照讲照行但咱知影讲将来一定有大侪人显明出来所以信徒要安静工作谨慎，毋好丧志。这个讲起来拢完全无共款去咱要共款的就是讲帖撒罗尼迦后书甲前书伊无共款，就差伫遮尔后书的大纲的内容你讲到神的恩典荣耀啦神有啥物恩典？因为伊的赏赐甲咱竞选咱若为真理来判论来判断来辩论来无互审判的刀甲咱开咧咱来求神互咱属灵的力量有两方面的这个祈求要安怎来面对要安怎甲收起来修正起来有一个安尼无好势所在讲起来神公义的审判就走出来，就是要咱有一个公义判断信息的机会。所以求神来互咱能力伫两方面的这个祈求甲终极的这个目标拢是讲神的荣耀的确爱彰显
见到迄去的吼，拢得较会看到，互咱专心追求，听候主伫音乐内底来显现。事实是安尼啦吼，主要说将来伊是要伫大音乐内底来显现吼，安尼敌基督的都错呢。哦，因为讲迄落不对的，拢讲迄落安尼挑战的吼，啊讲迄落安尼好像有理，但是很没有理的吼，这种假基督假师傅吼，这就是爱接受警告吼，要安怎来离别，就是讲重新这个思想家己的这个过程吼，甲编排吼，咱要行的路吼，安尼唔通互这个假这个教师错误的理解来影响来教导吼。所以迄个离教迄个反背书吼，这不法的人就一直拢走出来吼，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内底吼，保罗所要紧的就是讲吼，唔通对人走啦，唔通安尼落落迄个陷阱内底，咱有真实的这个信心。自降临以前吼，的确有的就是讲灾难啦吼，一寡征战啦吼，一寡无好的代志，包括这敌基督的这个反叛的这种教导吼，来挑战教会，所以咱讲。当咱属灵的组织被挑战真理吼，互人安尼刻意去扭曲这种是反叛的这个显露反叛真理的这个运动，这人会合作伙吼。所以保罗迄个时代就拄着吼，所以伊要稳定信者，稳定的这个信心，所以用安尼来劝勉吼，所以谈到保罗的这感恩保罗的教导甲伊的祈祷吼，后来就是讲。魔鬼共款伫人的身躯顶面安尼来冲击来逼迫来做工，咱就要谨慎吼因为伫主耶稣基督出现进前，才会达到最高峰啦吼。面对这个敌基督的甲这个挑战教会讲起来咱有稳定的信心嘛免讲去争啦，因为听凭主怒主耶稣的确会来伸冤那就是安尼无毋对，但是要主耶稣伸冤，咱的心当然爱先稳定吼。一个信徒善尽这个责任主的道就较足紧传出去，因为咱有咧传道的责任嘛吼。保罗请求教会为伊的福音团队来祈祷，咱若干做咱家己的，咱嘛内外拢会当相应和伊头前前线咧做啥，后壁咧讲啥，毋是后壁咱在讲话还是讲来顾左右言他，毋是吼，就讲共一棍咧，共一个方向，共一个目标主是信息的吼。所以教会是最平安的保证所以这是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后书所讲到的吼。所以也讲到当时这个使徒伫传统顶面拢有遵守对教会这整体的信心已经越过这个勉励你就唔卖去勉强越过神的教示过来神的祝福到底是啥物？唔是干那财色交尔唔是干那这尔，神的祝福是属灵的，是属天的所以望讲迄个天顶的真神来看顾，随时守守平安啦这是咱应当都爱看重的所以总观来讲帖撒罗尼迦这本册讲起来，伫保罗批信内底也是较得到安慰的，因为有一寡呢哪吒主动的代志总是真紧就过去嘛无讲足大的这个泄漏，也是讲足大的冲击伊是挡会掉的要坚固兄弟姊妹嘛爱安尼忍受苦难来将神的爱拢它表明出来所以帖撒罗尼迦后书咱就讲到这，愿主耶稣施恩垂听嘛看过咱大家，咱做为阿头袂倒。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亲爱的主，感谢阿罗你的名，因为你甲阮同在，互阮领受这个属灵粮食的时阵，会用得到把助，亲像传扬你福音共款。伫今仔这个世代，免来当徛起来，免来当行出去，才将人带入来这拢毋是咱随时有法度做到的。足侪是个性就甲人无共款甚至有家己的想法，就爱吃真侪苦所以保罗才希望讲国教会除了关心这个查囝除了关心其他的代志以外咱要关心的就是主耶稣你是不是会当垂听阮的祈祷，带领阮的脚步。主阮要完成今仔日的节目，愿你就垂听，愿荣耀颂赞归主耶稣你的圣名，愿主将属灵的宝贵的这个平安来守护阮大家，阮咧祈求求主垂听，对大得到永远，哈利路亚，阿们。